地方放送头来看花莲的倒溪乡有一只台湾乌熊，伊走入去是毋仔的工厂内底偷食毋仔醋，去互部落的人发现，甲翕起来通报互林保署。即马林保署嘛赶紧派人去追踪。工寮铁棚内乌色动物都是弄入梅厝工作场的台湾乌熊，伊偷入梅厝，互伫山区工作的部落族人发现，随用手机录落来。目前我们在秀兰水坝，我们砍步道，我们发现一只小熊，是放小熊吗？还是它受伤？这个乌熊入侵梅仔工作场的事件是发生伫初九伫倒溪乡石平段海拔317公尺的所在。部落族人在扑草的时发现乌熊在偷入梅厝，原本就是伊受伤，毋过乌熊随后就爬起来，紧紧离开，所以赶紧通报林保署花莲分署。我们同仁呢到了现场去看了之后，发现整个菱形网还有黑网上确实有熊毛，并且在地上还有黑熊的排遗。我们先发了6发的驱熊炮，并且在主人同意的情形之下，我们架设了4台的照相机来进行监测哦。工作场的主人去清查了后，因为确认无损失，无需要赔偿。花莲分署强调，倒溪山区原本就是乌熊的生产地，请山区居民妥善收好粪扫、喷甲饲料，避免像野生动物去找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